大家好，歡迎嚟到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我係阿馬。自細阿媽就教落要讀好啲書，讀好啲書就可以入大學，大學畢業就可以搵份好工，賺好多錢，可以買樓、結婚、生仔，過一個幸福人生。我細細個已經好懷疑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咁樣運作，不過當然我唔敢質疑我阿媽，因為喺佢眼中挑戰呢個觀點即係唔想努力，肯定會俾佢鬧爆。今時今日睇返，好明顯我阿媽低估咗呢個世界嘅複雜程度。不過喺上一輩人嘅認知裏面，佢哋有咁嘅諗法，一啲都唔出奇。其實唔好話上一輩，我諗我哋大部分人都唔係真係咁了解呢個世界點運作。最簡單嘅例子係，我哋總會不自覺咁將結果同能力畫上等號。見到一個人揾錢多，擁有好大嘅成就，我哋就會覺得佢好勁，認為佢好有智慧，甚至以為佢講咩都啱。只要係佢講嘅，我哋都會信。讀完隨機騙局呢本書之後，我最深刻嘅體會係，原來呢個世界好多時比我哋想象中更加冇邏輯。隨機騙局嘅作者，同時亦係黑天鵝效應嘅作者塔雷伯話，成功真係唔一定係實力加上努力嘅結果。好多所謂嘅成功，其實純粹係因為嗰個人喺正確嘅時間，企咗喺正確嘅位置，咁啱得到呢個機會。佢有可能係一個勤力又有智慧嘅人，但係亦都有可能佢只係一個幸運嘅傻瓜 lucky fool。呢個觀點可能會有啲衝擊我哋嘅價值觀。我哋一般會認為成功應該係7分靠努力，3分天注定。但係如果你睇埋塔雷伯喺書入面提到嘅例子，你就會發現努力唔係唔重要，佢可能係成功嘅必要條件，但係絕對唔係充分條件。意思即係單靠努力並唔保證你會成功。塔雷伯提到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喺金融市場或者任何競爭激烈嘅行業，只要參與嘅人數夠多，單憑隨機性就足以產生一班望落去好似天才嘅贏家。想象一下，有1萬隻馬騮喺度擲銀仔，根據機率，總有幾隻馬騮可以連續10次擲到公。呢個時候，佢哋就可以自封或者被封為擲銀仔之神，上電視分享擲銀仔嘅技巧，教訓下啲後輩，只要努力練習，就可以擁有好似佢哋一樣嘅成就。就好似某啲所謂嘅投資大師咁，佢哋靠隨機性估中咗某啲資產嘅升跌，就被認為好有眼光，不斷上電視分享對後市嘅睇法，預測未來經濟嘅走向。佢哋講啲自己都唔明嘅嘢嗰陣，唔會怕醜，唔會猶豫，因為佢哋好清楚呢啲嘢估錯咗，未必會有人記得。但係萬一講中咗，佢哋就又多一次預測成功嘅記錄，下一次就會有更多人嚟問佢意見，更加多人會相信佢哋真係專家。好多呢啲自封嘅專家或者風水師、算命師之類，都係靠呢招揾食，背一大堆專業術語，將一樣冇人知嘅嘢，例如出年嘅樓市、經濟環境嘅變化、閣下嘅戀愛運之類，講到好似可以憑某啲線索去推斷出嚟咁，估中咗就變大師，估錯就再估過，反正總有一次啱。呢個道理其實唔太難明，我相信有唔少人都曾經因為唔信呢啲所謂嘅大師而蒙受過損失。但係你仍然會相信下一個走出嚟講嘢嘅大師？點解人總係不停咁上當？另一本研究隨機性嘅書《醉漢漫步》嘅作者解釋，人嘅大腦天生就有尋找模式嘅衝動。當我哋見到成功嘅事件，我哋會強行加上因果關係，令成件事變得合理。例如一個人創業成功咗，我哋會第一時間揾佢成功嘅原因，例如佢幾咁勤力，幾咁有商業頭腦等等。我哋好難接受，其實佢嘅成功可能只係拜隨機所賜，因為隨機即係冇原因。我哋嘅大腦好難接受呢種唔明確嘅因果關係。隨機嘅意思唔係話成功嘅創業者唔勤力，冇商業頭腦，但係勤力又有商業頭腦嘅創業者其實有好多，只係佢哋最終因為各種原因失敗咗，所以冇人知佢哋嘅存在。咁點解大家都又勤力又有商業頭腦，但係成功嘅就得嗰1-2個？答案可能就係運氣。呢本書入邊提到一個好經典嘅故事，作者話有一次佢聽 Bill Gates 分享佢對某啲未來科技嘅睇法，原本佢期望會聽到一啲好驚天動地、前無古人嘅觀點，畢竟 Bill Gates 本身嘅成就係前無古人，佢睇任何嘢似乎都應該比所有人都更有見地。但係作者話 Bill Gates 嘅觀點簡直係了無新意，佢想象唔到 Bill Gates 呢啲神一樣嘅人
睇法會同一般記者冇乜分別。其實如果你仔細查下 Bill Gates 嘅歷史，你會發現佢都做錯過唔少嘢。佢係一個叻人，但係絕對唔係神。佢同普通人一樣，有時會睇啱一個趨勢，有時會錯判一啲情況。佢固然係一個天才，亦都好努力，但係佢嘅成功絕對有隨機嘅成分。例如，佢之所以從事電腦行業，除咗因為佢對呢方面有興趣同埋天分，更重要係佢間中學有電腦俾佢用。嗰個年代只有極少數人有機會接觸電腦。相信你都應該估到，間學校之所以擁有其他學校冇嘅資源，係因為佢係貴族學校，而 Bill Gates 嘅父母係有錢人，所以 Bill Gates 先有機會讀呢啲學校，並且接觸電腦。另外，大家都知 Microsoft 係因為幫 IBM 整作業系統而發家，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 IBM 呢啲藍籌大企業會揾一間當時根本冇賣作業系統嘅初創小公司合作呢？即係好似李嘉誠無啦啦打電話求你同佢合作咁，呢啲事發生嘅機率有幾大？其實咁係因為 Bill Gates 個媽媽 Mary Gates 當時已經係成功嘅商界領袖，佢係識得當時 IBM 嘅董事長約翰歐普嘅。好多人都相信呢層關係係促成呢段合作嘅關鍵。最搞嘢嘅係 IBM 揾上門嗰陣，初時微軟係叫佢不如揾第二間嘅，因為微軟唔想放低原本嘅業務，調走晒啲資源去開發呢個叫多士嘅全新產品。但係 IBM 遲遲都未揾到合適嘅合作夥伴，加上後來 Bill Gates 改變咗佢對個人電腦嘅睇法，所以先決定同 IBM 合作，之後先有呢個電腦帝國出現。所以話 Bill Gates 雖然係天才，但係如果佢唔係生於一個富有家庭，有機會讀一間有電腦嘅中學，有同 IBM 建立關係嘅人脈，相信成件事會唔同晒。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幾樣嘢。首先，成功嘅故事往往係經過篩選嘅結果。我哋只會見到贏家，永遠見唔到嗰啲同樣努力、同樣聰明，但係因為唔好彩而失敗嘅人。呢種現象叫幸存者偏誤。幸存者偏誤最大嘅問題係會令我哋以為只要好似某人咁樣做就會成功，結果東施效顰，模仿某個成功人士操作一輪之後，最後一場空。如果我哋睇到埋其他999個同樣努力但係失敗嘅例子，可能就唔會成日顧住去學啲成功人士，而係會專注自己眼前嘅機會。第二樣嘢係我哋太容易將成功歸因於個人特質。覺得成功人士一定好多方面都比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強，至少對成功嘅睇法，佢哋一定有獨到之處。於是佢哋講乜，我哋就信乜。例如疫情嗰陣，都有好多所謂嘅成功人士話個股市仲有排跌，叫大家千祈唔好入市。如果你信佢哋，咁就會錯過晒之後嘅升浪。我有朋友聽咗某個成功嘅創業家講，話創業最緊要破釜沉舟，咁先可以逼到自己嘅極限出嚟，先有可能成功。結果佢真係咩都未準備好就裸辭，又賣樓又借錢走去創業，最後搞到一身蟻。佢最錯嘅就係太天真咁直接照單全收創業家所講嘅嘢。更吹脹嘅係佢事後先知，原來個創業家本身係富二代，咁梗係有條件去破釜沉舟啦。佢嘅建議係有佢獨特嘅時空背景，唔係俾我哋呢啲一般人唔知頭唔知路就走去照抄嘅。第三個教訓，亦係最難接受嘅一個，就係隨機性唔單止存在，仲往往比實力更重要。尤其喺高度競爭、高度不確定嘅領域，例如創業、投資、藝術或者職業運動等等，個個都咁有才華，個個都咁努力，點解淨係得某幾個人會成功？有時可能真係就係因為運氣。好啦，講咗咁耐，咁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哋又可以點樣喺呢個隨機嘅世界自處呢？塔雷伯同醉漢漫步嘅作者其實都有啲 tips 俾大家，以下我會將佢哋嘅觀點歸納同埋分析一下。首先第一招就係已經俾人講到爛，但係絕對係至理名言嘅，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一個籃，要分散風險。好多人以為分散風險淨係用喺投資上面，其實唔止。呢個原則適用於人生每一個方面。工作上唔好死守一份工，一個行業，閒時學多啲技能，發展下副業。就算個行業突然遇上寒冬或者公司裁員，你都有後路可以行，冇咁易陷入絕境。我有個朋友做咗幾十年平面設計，依家人到中年先失業，揾咗好耐工都冇聲氣，覺得好彷徨。我忍唔住話佢：
呢個行業好多年前開始已經有沒落嘅跡象，點解你好似完全冇準備咁嘅？佢聽完之後無言以對。我都明白，有時當局者迷，確實唔容易睇清形勢，所以每個人都總需要有人喺身邊提一提自己，哪怕只係好顯淺嘅道理。呢個亦係我拍片嘅目的。第二係要小心啲幸運傻瓜，保持獨立思考，唔好亂咁學其他人嘅成功方法。頭先講過，每個人成功都有佢隨機嘅成分，冇可能完全複製。佢哋或許有值得我哋學習嘅地方，但係就算學咗，都唔一定會成功。所以我哋要保持獨立思考，呢個永遠係保護自己嘅最好方法。具體嚟講，我哋可以提醒自己，首先係要避免幸存者偏誤，要明白每個成功案例背後都有999個同樣努力但係最終失敗嘅案例。另外，我哋要避免俾權威光環蒙蔽，無論係乜嘢大師，佢講嘅嘢都有機會錯，或者就算正確，但係唔啱你用都係嘥氣。所以千祈唔好大師講乜你就信乜。仲有就係千祈唔好將相關當成因果。個個成功人士都係4點鐘起身，唔代表4點鐘起身就會成功。你本身已經唔夠瞓，仲要4點起身，隨時玩殘個身體。亂咁信權威，不如信自己。權威講乜你都照單全收嘅話，隨時未成功之前就已經損手爛腳。第三，塔雷伯提過槓鈴策略，佢認為我哋應該將大部分資源，包括錢、時間同埋精力等等，放喺啲相對穩陣嘅地方，但係亦都不妨撥少部分資源喺高風險高回報嘅地方。舉個例，投資股票方面，可以90%本金用嚟投資公用股或者指數基金之類相對穩健嘅資產，1成就用嚟買增長股。工作方面，可以揾一份穩定嘅正職，公餘時間就用嚟試下創業，或者學下啲將來可能會好吃香嘅新技能。呢個方法可以確保自己萬一遇到最壞嘅隨機事件，都冇咁易一鋪清袋，穩陣得嚟，又保留一定機會俾自己去博取高回報。不過要記得，高回報就一定高風險，所以千祈唔好瞓身，就算輸咗都唔會傷筋動骨，萬一贏咗就可以實現跨越式增長。第四就係喺隨機性嘅世界，我哋不妨盡情試多啲。既然好多時候成功都離不開隨機運氣，咁我哋就唔好怕失敗，應該主動去創造更多碰運氣嘅機會。舉個例，相信大家都明白，見唔見得成一份工，唔係純粹睇實力，係有好多機緣巧合嘅因素喺裏面。所以大部分人都唔會見一份工就獲聘，通常會見好多份，睇下最後邊份工請自己。其實做咩都係一樣，多啲嘗試，成功嘅機會自然會增加。唔好一次唔得就放棄，不斷咁試，總有機會成功。或者試多啲唔同嘅嘢，睇下最後邊樣跑出，亦都係好嘅策略。好多人唔係唔努力，但係就係怕失敗，唔敢試，連俾運氣睇到自己嘅機會都冇。我有個朋友10幾年冇升過職，佢學歷又高，口才又好。我問佢點解會咁，佢做啲半公營機構，有意升職要自己提出申請，老細唔會主動升下屬。佢話佢咁多年都冇申請過，有時係因為啲位唔啱自己，有時係有啲位雖然好正，但係正嘅位就多人爭。佢評估過覺得自己機會唔大，所以唔申請。我問佢申請失敗嘅後果係乜，佢話其實冇後果，唔會升唔到就被逼離職，同上司同事嘅關係亦唔會有咩改變，最多可能有少少樣衰，但係其實過一排就冇人記得。既然衰咗冇後果，咁點解唔試下？我相信佢純粹只係怕失敗嗰種感覺，驚會唔好受，或者怕尷尬，所以先唔敢去試。但係問題係，你唔試就連機會都冇，所以有時做人真係唔好面皮咁薄。喺呢個隨機嘅世界，試多啲，成功嘅機會自然就會多啲。最後呢2點比較側重心靈上嘅。第5，既然結果充滿隨機性，我哋不如唔好咁執着個結果，好好享受個過程好過。隨機騙局同醉漢漫步呢2本書都一再強調，呢個世界充滿不確定性。無論你幾叻，條件有幾好，付出幾多努力，都難免會有不如預期嘅結果。呢個本來就係人生嘅常態，未成功唔代表你唔夠好，可能純粹係隨機因素嘅影響，冇必要過度自責，亦唔使太過失望。睇完呢2本書，我最大嘅得着就係明白，
做人要放低對結果嘅執着，專注享受過程。控制得到嘅嘢，例如努力嘅程度、風險嘅計算等等，當然可以小心控制。但係控制唔到嘅隨機性，就放心交俾天意。反正諗嚟都嘥氣，唔諗佢，做人自然會開心好多。最後，隨機性教識我嘅係要永遠保持敬畏嘅心。就算我哋幾咁有成就，都只係隨機嘅結果，唔代表我哋高人一等，唔代表其他人比我哋懶或者蠢。你嘅成就可能純粹只係隨機嘅結果。我以前成日會高估自己，以為只要規劃周到，加上執行力夠強，就可以確定結果。不過人大咗之後，就明白人類喺隨機規律面前，其實好渺小。所以順風順水嗰陣，唔好咁自以為是，唔好以為自己有咩過人之處。相反，喺低潮嘅時候，亦都唔好全盤否定自己，覺得自己一事無成。好多時候運氣未嚟就係未嚟。我自己覺得努力總係唔會白費，但係未必一定以你想要嘅方式呈現。所以我哋不妨隨遇而安，擁抱隨機，靜待各種機會降臨。好啦。以上就係今集嘅全部內容。如果喜歡我嘅影片，請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呢個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多謝各位，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